唔知你有冇試過，明明好攰，但係個腦就係咁諗嘢，唔肯停嘅。瞓覺之前，佢又會同你重播日頭講錯嘅一句說話。揀緊嘢食嗰陣時，佢同你計卡路里同罪惡感。喺呢一啲冇間斷嘅內心對話，就好似有幾個唔同版本嘅你喺度拉扯緊。其實我哋每一個人每日都經歷緊某種形式嘅精神分裂，唔係病理上嗰種啊，而係內心成日都有幾把聲各自為政，搞到你好攰，搞到我哋成日都問，到底邊一把聲先至係真正嘅我？如果我話你知，呢幾把聲其實都係你，只係佢哋嘅崗位同擔心嘅嘢完全唔同。當你識得分別邊一把聲係打緊邊一份工，成個內心世界就會即刻清晰、安靜好多。你甚至會開始覺得呢個唔係一個需要解決嘅問題，而係一個等你認識嘅內在小團隊。今日就等我陪你一齊認識下內心世界呢三位最重要嘅同事。第一位同事，我會叫佢做 Uncle Secure。咁如果你覺得之後同佢熟絡咗，都可以考慮下幫佢改返個名，因為佢份工好重要㗎，就係要確保我哋100%安全、零風險。而佢把聲係咁嘅，喂，唔好啦，好危險㗎喎，一人出醜點算啊？睇定啲先啦，急咩喎？點解佢咁婆媽？想象一下，佢係一個喺你生命好早期就已經上任嘅老臣子，可能係喺你細個第一次跌倒喊嘅時候，佢已經喺度。佢嘅世界好簡單，所有嘅新嘢、唔識嘅嘢、唔確定嘅嘢，都係等於潛在危險。因為佢個腦仲停留喺原始時代，就好似草叢有聲，你會以為係有老虎。佢冇惡意㗎，但係佢嘅工具箱裏邊只係有一把好殘舊嘅尺，度咩都係用危險同埋安全呢兩個刻度。即係話，如果今日你老細啤咗你眼，佢係唔會翻譯成，咦，老細可能諗緊嘢喎，而佢個系統係會翻譯成，你好快就會被部落驅逐㗎喇。所以佢先至會咁緊張，佢係用緊佢唯一識嘅方法去愛你，去保護你。咁點樣可以認到佢係 on duty 緊嘅？好簡單嘅就係，如果當你覺得你嘅身體係快過你個腦作出反應嘅時候，例如你會覺得你個膊頭突然間硬到好似一嚿石咁，好似孭住咗成個世界，或者你會覺得呼吸唔到，個心口好似有一嚿石砸住，又或者係個胃無啦啦揦住，好似揸住咗成個拳頭咁樣。呢一啲就係阿叔用緊佢全力喺你身體入邊敲緊嘅 alarm， 叫你準備 ready 可以戰鬥或者逃走啦。係唔識得用溫柔嘅語言噶，佢唯一識得溝通嘅方式就係令你身體上感覺有唔妥，從而希望你可以停落嚟，避開佢所以為嘅危險。咁究竟我哋要點樣同佢相處？你要知道嘅係，佢唔係特登嚟搞事，而佢係真係驚你死。個關鍵就係你要俾佢覺得佢嘅信息係俾你接收咗，而唔係俾你反駁翻。所以如果下次聽到佢把聲，或者覺得個身體好緊嘅時候，你可以試下呢個內心對話。咦，阿叔又響緊阿籃咯，然後將隻手輕輕咁放喺覺得緊嘅地方，感受一下佢嘅力度。你可以內心默默咁樣講，阿叔收到噶啦，多謝你睇住我會小心噶啦。當你唔再同佢對抗，佢把聲自然係會細聲啲噶。你唔係喺度否定緊佢，而係喺度話俾佢聽，我聽到你啦，我會 take over 翻噶啦。而個感覺被聽到，個警報系統先會慢慢解除噶。你會發現阿叔其實都好孤獨，佢好需要俾你見到同埋感謝噶。好啦，咁安撫好 Uncle Secure，第二把聲就會出場噶啦。我會叫佢做一位 Finance 姐姐，而我嘅專長係將世界分類、分析
同埋規劃到井井有條。而佢把聲係好鍾意問，咁做有冇着數先？投資回報率有幾多？跟程序係點行㗎？有冇 second plan？佢喺我哋成長過程入邊，被社會訓練得最犀利嘅一部分。交 proposal 排行程佢係無敵㗎。佢嘅價值係在於將混亂變為一個秩序，將佢嘅夢想變為可以執行嘅步驟。但係佢嘅世界入邊，一切都要係可量化、可以預測嘅。即係當你問佢點解我成日都覺得個心好似空咗咁嘅，我生存究竟係為咗啲咩？喺呢一度佢就會輕機㗎喇。然後可能更加努力咁樣幫你排更多嘅 schedule，定更多嘅目標，但永遠都填唔滿嗰個窿，因為新嘅事唔係用 Excel 可以計到㗎。好啦，到最後一位，亦都係你最需要識得聽嘅，就係真正嘅你啦。或者我會叫佢做內在老細，你個 boss 啊。佢把聲好容易認嘅啫，佢係有幾個特徵嘅。第一，佢嘅語氣永遠都好從容㗎，就好似一陣風咁，從來都唔會催你啦，逼你。第二，佢帶嚟嘅身體感覺係好放鬆㗎，聽完之後你可能係會不自覺咁樣深呼吸咗一口氣啦，個心會覺得好闊好定。第三，佢嘅信息往往都係簡單而且直接㗎，從來都唔會同你長篇大論啦，通常都係一句好簡單，快一聽到就好到位嘅諗頭俾你。呢一把聲其實就係靈感同埋直覺嘅源頭。你有冇諗過點解一啲出色嘅創作者、藝術家總係能夠創造出一啲觸動人心嘅作品？好多時候就係因為佢哋比較擅長於安靜落嚟，聽到呢一把內在嘅聲音，然後信任佢，將佢呈現出嚟。呢一個唔係啲乜嘢神秘嘅天賦，而係一種每一個人都可以培養嘅內在聆聽能力。對比之下，你就會更加明白。例如，當你糾結緊份工應唔應該辭職嗰陣時，你個 uncle secure 就會出嚟話冇糧出，好危險㗎喎。而 finance 姐姐咧就會計緊份 CV 應該點樣寫啦。最後，你老細嗰把聲可能會好平靜咁樣問你：如果撇除所有錢同埋責任，你嘅心係最想點樣過今日嘅？又或者，當你面對一段糾結嘅關係嗰陣時，阿叔會驚你孤獨，姐姐會計緊個付出時間同埋回報啦，而老細可能會輕輕咁樣提你喺呢一段關係裏邊，你咪仲可以真誠咁樣做自己。佢嘅聲音永遠都係指向你內心最深嘅真實、完整，而且為咗你長遠嘅福祉着想㗎。我哋而家試下諗一件你今日仲糾結緊嘅小事，諗一件令到你有少少困擾，但又未至於崩潰嘅事。例如，我應唔應該開始一個新嘅興趣，或者係我應該點樣可以拒絕一個請求？然後請阿叔出嚟分享關於呢一件事，你最驚嘅係乜嘢？唔需要俾任何嘅批判，純粹將佢嘅恐懼用幾個關鍵字寫低。完成之後，心入邊講收到，明白你嘅擔心啦。然後再請我哋嘅 finance 姐姐出嚟分析下啦。喺現實嘅角度，你有啲乜嘢睇法同埋建議呢？將佢嘅利弊分析啦、步驟用 PowerPoint 嘅形式去記低佢。完成之後，心入邊講辛苦晒啦，啲資料好有用。最後定落嚟，問下老細，深呼吸3次。將前面嗰兩把聲當做背景音樂，然後好誠實咁樣問自己：如果完全唔使驚，我其實想點？嗰一下好快閃過嘅，令你個心遠咗一遠嘅念頭，嗰個就係答案啦。答案可能唔係一句說話，可能會係一個畫面啦，一種感覺。例如諗起某個選擇嘅時候，個心突然間會覺得好溫暖、好確定嘅，或者只係一種好平靜嘅直覺，將呢一個感覺記低。同高我對話，唔係話要聽到神嘅聲音，而係喺自己把口講嘅100句嘢入邊，認翻出邊一句係最溫柔、最向住光㗎。
內在智慧嘅指引，往往唔係話要否定邊個阿叔阿爹，而係用一種更加有愛、更闊嘅視野去將佢嘅貢獻包容入嚟，指出一個向前嘅方向。喺今日開始，你可以將呢一個內在嘅小 meeting 變成你嘅秘密意識。重點係你開始學識唔會再壓制任何一把聲音，而學習成為一個有智慧、有愛嘅主持，令到內心所有嘅部分都會感覺到被聆聽、被尊重。當你做到，你就會發現內心嘅衝突會慢慢化成一種豐盛嘅對話，你唔會再分裂，你亦都開始完整。其實把聲一直都喺度，因為我哋成日都開住個收音機，噪音太大。每次你停一秒，問下自己，而家邊個喺度講緊嘢，就已經係一次好好嘅練習。多謝你今日嘅時間，記住你內心最好嘅導師已經喺度。我係 Trista，我哋好快再傾。